伫青年时代，人生充满选择，思想看法，追求引导，面对迷茫异乡，自愿要归黄里，求你引带无你，伫我一生所行所做，找你形象之。接续咱来吟圣诗522首。这首是咱真实的爱的真谛吼，毋过咱要吟台语的哦吼。真爱是够宽容，阁有慈悲。咱共款甲歌词吼，咱来念一届吼，因为咱大家可能较熟的是华语的歌词吼，咱台语的就较无熟安尼吼，咱做伙来读哦。预备来，仁爱是够宽容，阁有慈悲。仁爱袂嫉妒。仁爱是袂夸口，袂骄傲，袂做见笑的事，袂求家己的利益，也袂快受气，袂为着人的歹扣分，袂爱不义，只有欢喜真理。凡事吞忍，凡事相信，凡事望。凡事吞忍，凡事着吞忍，仁爱永袂无去。好，咱来吟，预备来。仁爱是够宽容，阁有慈悲，仁爱袂嫉妒，仁爱是袂夸口，袂骄傲。小的事，为求家己的利益，也会快受气，为着人的歹扣分，袂爱不义，只有欢喜真理。凡事吞忍，凡事相信，凡事望，凡事吞忍，凡事着吞忍，仁爱永袂无去。好，请咱准备心进入今仔日的礼拜。今仔日是母亲节联合礼拜，请咱别烦心，请走啊！
来啊！咱来鞠躬敬拜伊，咱来跪拜创造咱的上主，因为伊是咱的上帝，咱是伊牧养的羊群，是伊照顾的子民。这时，咱三角来唱圣诗，圣诗第19首，请起立。请坐。咱同心额头来祈祷。亲爱的阿爸天父，主爱主耶稣，今仔日是母亲节，求你来祝福阮中间做母亲的姊妹，求你互阮有智慧，知影怎样来看顾阮的产业、阮的家庭。求你来互阮有健康的身体，互阮的灵魂勇壮，互阮有敬畏你的心，也有财目。甲能力来照顾阮的囝儿，伫阮的中间，嘛有年岁较大的母亲，求你来眷顾因的身体欠安的时阵，有你的医治；心神痛苦的时阵，有你的安慰。亲爱的主耶稣啊，感谢你赐下阮母亲一生安尼尽心尽力，你照顾阮，陪伴阮。互阮会使成长，互阮会使勇壮，甲阮支持，搁甲阮安慰，搁甲阮鼓励。求你也帮助阮，毋是干那有今仔日，阮才爱阮的妈妈。反倒转是每工，阮拢付出
疼心付出爱来疼伊，甲伊好好，甲伊好好啊讲话，听伊的声音，拭去伊的目屎，帮赞伊，求主来点醒阮每一个人，来想看卖，会使为阮的妈妈做一项啥物代志，害伊来欢喜。主啊，阮要来尽心、尽力、尽性、尽意来服侍你，来爱主，来荣耀你的名。正因为这就是妈妈的欢喜啊！求你祝福阮每一个妈妈，会使得到平安、喜乐、健康的身体、勇壮的灵魂，甲主永远相到到底。感谢主，安尼祈祷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这是咱的启应，启应文第31篇诗篇127、128。厝地若毋是上主建造，城若毋是上主固守，恁早早起来，晚晚才困。上主所疼的人，囝儿是上主所赐的产业。少年的时所生的囝儿，种地饱饱的人真有福气。敬畏上主的人真有福气。你会当食双手拍拼得到的食物。你的某伫厝内亲像熬结果子的葡萄树。敬畏上主的人一定遮尔幸福。愿上主对锡安赐福予你。愿你会看到囝囝顺顺。这是来读圣经，圣经记载伫提摩太后书第3章第14节到15节。总是你着持守所学习、所亲信的道理，因为你知这个是对啥物人学习的。你嘛知，你对细汉就明白圣经，这个圣经会当互你有智慧，通过信基督耶稣得到拯救。学老，请注意学。
讲道，今仔日咱本堂黄牧师伊要讲的主题是无家儿女初长成。最近有机会呢，在外面参加活动，或是在路上呢，看见人来人往，发现有一个现象。现在不论是父亲，无论是母亲，他们都负起照顾儿女的责任。所以我就看见年轻的父亲，他会把婴孩就背在前面，然后呢，他自己是一个照顾儿女的人。过去呢，我们就觉得好像和儿女就是母亲在照顾。我自己家里，我当阿公，那现在喂奶的，除了是妈妈之外，我的女婿也喂我们奶。所以呢，一些过去母亲在做的事情，现在父亲也在做。所以今天我们庆祝母亲节的时候呢，似乎在过去男主外女主内这种情况，慢慢会把它平等化。父母可能同时担负的养儿育女的责任。父亲不单单只是他在外面赚钱，妈妈照顾孩子。照顾孩子现在是两个人的事情，两个人都在上班，都在工作，两个人可能在半夜当中轮流要起来照顾孩子。所以今天是母亲节，对你的爸爸妈妈，对他们说：“爸爸妈妈，我爱你，母亲节快乐。”好，我们一起对你所有的人呢，对他说母亲节快乐。也要对你的爸爸说：“爸爸，我爱你。爸爸，你也母亲节快乐，因为你也担起照顾儿女的责任。”几年前我参加一场跨教派的一个联合会议。那这是在筹办年轻人的大型的活动。那有一个比较年长的牧师呢，他在主持这个筹备会议。然后呢，他就提出这个活动的一个构想。他说：“我们这里面呢要安排妈妈合唱团，我们要有室内乐，然后呢我们要有教会诗歌见证，然后呢这样列出差不多10几个这些节目。然后呢，在这当中呢，我们在之前我们可以邀请地方的一些社会人士，还有教会的重要人物来致辞。那时候呢，台湾的教会受到新加坡一些大型的教会的影响这些大型的教会都是有很多年轻人的。那所以呢，参与筹备的这些比较年轻的同工，那他们就提出不同的构想。他说：“听了之后，觉得这太传统了吧？我觉得年轻人的节目就要有一个重金属一般的强大的敬拜乐团。然后呢，在整个敬拜当中，最好配合声光要有一些声光的控制，然后要有一些爆点，然后要有一些干冰。”然后爆点说什么是爆点？他就说干冰说砰，然后那种爆点，然后这样才能够营造出最嗨的气氛。然后既然是年轻人的活动，那就要营造这些气氛呢，来吸引年轻人来到教会当中。那我看那个主持的比较年长的牧师就面有难色不晓得要不要同意，因为在这种聚会的氛围当中呢。如果照他年轻人的构想，就有点像综艺节目那会不会有违背传统的教会一种不伦不类的一个安排？但是如果不配合他们的想法，那会不会让年轻人觉得太过守旧、太过保守？那我自己已经忘记了那一次的会议筹备会的决议因为我们不是主要的一个筹备者，也不知道他后续到底有没有。怎么样办理？不过现在呢，经过几年之后，我们再回头来想这些事情，差不多过去很流行的综艺节目一般的聚会的活动呢，那现在其实已经慢慢归于平淡，那比较少再提起这种形式。因为外在环境的变化呢，孩子他们逐渐长大的过程当中，有很多的观念、很多的思想。
很多我们的生活方式和学习方式其实都不太一样的。所以呢，我们可能曾经年轻过，但是现在年轻人的他们的想法、他们的观念变化比我们过去还更丰富一点。那前几天我去探望一个家庭，那孩子呢就拿着 iPad， 然后跟爸爸讨论。然后呢，他说：“哦，老师有交代事情在电脑里面，然后呢，老师也交代一些功课在电脑里面，叫我们进去看。”那我就问他一句话：“那现在还有没有在写联络簿啊？”这是我们熟悉的状况。他说：“有啦有啦，还是有联络簿。不过呢，有很多的新的信息、很多的方式、很多交代的作业要完成，都是在电脑里面。”所以呢，父亲他也在园区上班，他就笑着说：“我还是必须不断的学习，我也怕赶不上学校的一个学习的变化。”那我有一个朋友，他的孩子，他现在受聘呢，在美国一个元宇宙的研究的团队，他是博士毕业，他就说：“哦，在我们那个时代，这些东西都不存在。”那意思就是说，其实我们生活在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时代里面，而且这样的时代其实变化非常的快。可能过去几年当中，我们没有听过的、没有接触过的、完全甚至不存在的东西，现在不断的产生。我觉得电脑刚开始了，我就会觉得哇，我蛮赶得上时代的，因为电脑一出来，我们就要有电脑，然后我们在工作当中，我们就经常要用到电脑。然后就觉得哇，我们跟得上这个时代的变化。可是慢慢的发现，不断的学习，我们已经很落后了，已经没有办法再学习很多，一直在学习，一直在学习，但是总是赶不上这种改变。那现在我们孩子从世界当中获得一个全新的消息资讯，那可能是我们不知道的。可能天天他们在电脑面前，我们不知道他们到底学习了什么东西，他们获得什么样的知识，甚至他们从世界当中获得什么样的价值观，我们都不知道。他们在电脑当中不单单只是玩游戏这些而已，可能很多的资讯他可能不会问爸爸妈妈，因为爸爸妈妈可能也不太知道，他们就只是从网络当中，甚至现在有一个Chat GPT 问电话发进来了哈，我爸爸妈妈也不知道哈，而且他觉得烦。这是他们的一个学习。会不会有一天我们发现呢，我们跟孩子之间已经没有办法再对话，然后关系疏远，价值观常常会有不太一样，所以常常会有我们一些弟兄姐妹常来找牧师说：“牧师啊，我的儿子我那个孙子现在有什么样的问题？什么样的问题？能不能带到教会当中来，或者教会有没有办法能够开导他？”我记得有一个姐妹，她就说：“我现在有一个孩子，我的孙子就是网络成瘾，国中，然后呢，他就必须要没有办法，不知道怎么办，就成瘾回来，就整天门关起来，就电脑游戏，那成绩就一落千丈。”听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因为网络成瘾它其实是很大的一个问题。或者我们在教会当中，青年有时候会抱怨父母不了解他们，管太多，限制他们太多，又不了解他们，父母不懂又装懂，那的确有这种现象，因为我们不懂的事情太多，而且他们上网电脑一打，他们几乎都可以得到他们想要的答案。所以我们的问题是，父母可能觉得青年很麻烦，然后呢，青年也觉得父母很麻烦。如果我们对他们行为的回应是年轻人不伦不类，破坏传统规矩，哪有这样敬拜上帝的？现在的年轻人实在是不可理喻。如果我们用这种观念来想他们，可能我们跟他们之间的鸿沟就会越来越深。我们过去对青少年，可能他们的特性、他们的优缺点，可能用一句话来总括：年轻人就是没有定性，
少年人就是无定性了，安尼不够稳定。的确也是这样，因为他们不断的成长，包括他们的身体发展没有定性，他们的心理、他们的情绪的起伏没有定性，他们的观念思想也没有定性。在这当中，他们可能没有办法判断是非，很容易迷失。在这过程当中，因为没有定性，所以他们经常会有一些改变起落，必须要经过一些痛苦挣扎，或者是生理情绪的功课的交易的信仰的，让他们穷于应付，不知何去何从。我们没有想到一个情况，我们都是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因为没有定性，但是这反而是个优点，表示可塑性大。那也就是为什么很多公司他们必须要用年轻人，30岁以上都没被请啊。那听说现在在大陆那一边，30岁以上都没被请啊。所以年轻人进来可塑性大，他们可以有不同的发展的空间。我就记得圣经巴比伦王，他们就从犹大的青少年当中呢，拣选一些比较优秀的人来培养他们，然后在宫中。在皇宫里面服务，那就当中有很多但以理啊，还有他的朋友们，都是很年轻，都10几岁。那训练他们一段时间，他们是可塑性的。其实现在的一个环境当中，我发现我自己的观念思想也开始变得没有定性。我们可以完全封闭自己啊，跟外面的世界有一点隔离。啊，我都安尼啊，吼安尼，啊世界安怎变化，咱无一定对得到。像我们在工作的人，我们还在职场当中的人，你必须不断的改变。那在不断的改变当中，那表示我们还没有一种定性，因为外在环境变化太快，年轻人所面对没有定性的状况，可能发生在我们身上。我要决定我要不要随着世界的变化来调整我自己，我的观念要不要随着世界的价值观来改变自己。可能我们就觉得说，啊，少年人都安呢，啊，这么少年人都安呢，好像就觉得说，他们整个随着世界的变化跟我们完全不一样。但是我们必须要想象一点事情，那我要不要跟着年轻人一样？世界既然变化成这样，那我要不要改变？现在年轻人的观念思想是这样，我要不要更多的接纳？更多的了解，或是跟他们一起的成长的改变。所以，无论是年轻人或是我们，其实我们都在这种很快变化的世界当中，一直的学习，一直的成长。某些我们可以定性，但是有些不能定性，否则我们就会跟不上时代。所以，其实现在来说，我们常常觉得说，年轻人要常常跟长辈学习。当然，我发现我现在跟年轻人学习，问他们的问题，请教他们的机会更多。你会觉得年轻人好像很少找你，对不对？很少找你，我就觉得我们不是很了解现在的整个世界的状况。但是呢，因为科技变化太快了，那我就必须要跟他们学习。就增程啊，叫过来啊，哪一个人叫过来？这电脑没他用吼，啊，这电脑没他处理哈，问他们。甚至呢，有时候我要问我的女儿，你们认为现在这个思想是怎么样？啊，现在的社会上，对这个事情议题是怎么样？是怎样的想法？必须要常常问他们。他们可能不会，他们可能不会当面跟你讲说你有什么问题，可能在思想观念当中会发现怎么老观念？有时候你觉得你要教导他们的时候，也许他也不太回应的，只是会觉得默默的感觉他就是说，他也不好意思反驳你，但是总是在心里会觉得好老古板啊。如果我们要学习，可能要问他们说，现在到底世界是怎么样一个状况？当你这样问的时候，表示你有一个学习没有定性的一个成长的空间。因为没有定性，他们也在探索信仰。有个年轻人说：“为什么我要跟你一起去教会？
父母可能会要求儿女到教会里面来。我就听到一个年轻人，为什么我非要跟你去教会不可？为什么我非要跟你去教会不可？哇！那他是从小一直跟父母来到主日学当中的，他不会问，而且呢，每次都看见他们从小就跟着阿公阿嬷或者爸爸妈妈的手牵着他们来到教会当中。到了某一个年纪，他就问：为什么我一定要去？这是我们常常感叹到，孩子长大之后，他们从小在教会长大，可是到他们某一个年纪，他们会对信仰产生某种怀疑跟排斥。他们可能会反抗家庭的信仰传统跟权威，跟着父母去教会，可能不再是维持青少年信仰的一个有效的方法。反而你 push too hard 的时候，他们反而产生一种反抗力。所以那怎么办呢？其实，在教会当中，他们会来，通常是因为他们在这里有一群的朋友，在这里有一个非常符合他们需要的一些的活动，吸引他们来到教会里面来。因为没有定性，所以青少年时期是他们信仰抉择的关键的时刻。青少年很快就会过去，可是在这个阶段当中，留在他们心中的一个信仰的痕迹，会决定他们后来成长或者信仰的方向。因为当我们长大之后，我们很多的观念、思想、行为模式、习惯，我们的信仰基础都是青少年这个阶段的一个延续。所以我们必须要在这个阶段当中，为他们建立一个很好的信仰的榜样，传输一个正确的价值观。在这个过程当中，当然我会有一些对应、反抗或是辩论。可是呢，当我们曾经这样教导过他们，当我们在他们信仰当中立下有很好的榜样，那么有一天这些种子就会在他们心中萌芽。所以我们在教会当中常常碰到很多新朋友来，那我们就问他：你从什么地方来？有可能他就是一直延续，也经过青少年阶段没有离开。有很多他回来说：我以前在那一个教会，很久没有到教会了。世界走了一圈，经历了人生起起伏伏之后，回来了。最近碰到一个弟兄也是这样，在我们周报当中看见，有个人在奉献，然后这个奉献，这个名字我不太知道，然后我最近认识他，他说他很久以前就在我们教会，经过一段时间重新回到教会里面来，20年、30年过去了，重新回到教会。所以为什么可以这样的情况发生？那是因为在他们青少年的时候，曾经在这里他们经过一个培育。有时候我们就觉得很多弟兄姐妹好像离开，但我相信上帝会重新做一些事情，在他们里面所建立的信仰的种子萌芽，或者重新回想起，或者重新感动他们回到教会里面来。骆文林牧师呢，他就曾经提到，我们青少年事工其实有三股力量，必须重新完成它。第一股力量呢，就是我们跟上帝的关系，这是你个人之间建立的。第二个力量呢，就是家庭的牧养。那第三股的力量呢，就是教会的牧养。申命记第6章这边提到说，你们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神，你要尽心尽力尽性爱主你的上帝。那这个部分呢，是提到说我们跟上帝之间必须要建立的一个关系。然后他说：“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要记在心上。”上帝的真理是我们信仰的根基。所以呢，不管外面怎么变化，聚会的形态怎么改变，什么干冰，什么爆点，什么要敬拜赞美团，什么样的敬拜的形式，那是没有关系的，因为每一个人有不同他喜悦的一个敬拜的方式。年轻的时候，我一直参加一些敬拜的活动，年轻的活动、大型的活动。可是到了比较年长之后，我就慢慢就回归，非常享受我们华语礼拜的聚会。
一个阶段的一个阶段。我今日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意思就是我们敬拜的形式会有些改变，可是上帝的话，它仍然是我们整个信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根基，而且这样的根基是建立在我们对上帝的爱。第二个，申命记第6章第7节又提到说，你要殷勤教导你的儿女，无论是你坐在家里、走在路上、躺下，都要吟诵。所以这边提到说，你爱你的上帝，建立跟上帝的关系之外，你还要殷勤教导你的儿女。这个是表示一种家庭的牧养。有人说，家庭就是一个小的教会，因为上帝以家庭为单位，在家庭中建立上帝的祭坛。那今天我们读提摩太后书，保罗称赞提摩太，他说，在你的心里有一个无伪的信心，而且这种信心是在你的祖母罗以还有你母亲有尼基心里的。那这不是一个特例而已，而是在整个以色列或者犹太人他们整个家庭传统当中，他们就是以家庭作为信仰传承的一个单位。所以提摩太小时候就在家里，从祖母还有母亲有尼基接受信仰的教导。这是后来他的信仰很重要的根基。保罗是提摩太的属灵导师，或者说提摩太在教会当中受到保罗信仰进一步的教导，后来他成为一个牧师，年轻的牧师。那这当中呢，有家庭，这当中有家庭培育他的信仰跟神的关系，在这当中也有教会进一步的牧养，所以家庭牧养非常的重要。最近有个姐妹跟我们分享，她非常喜欢带孩子，然后她有带着孙子，然后培育他们。阿嬷，现在我当了阿公，我开始想一件事情：当我抱着孙子的时候，我要怎么样教导他呢？跟我们年轻的不太一样。年轻的时候呢，我们也是当父母，可是我们忙着工作，我们不太有经验。然后呢，我们会让很多事情、很多的责任在我们身上，要忙着工作，也要忙着一些很多事情。可是当我们现在慢慢年纪成长，让我们有一些的社会经验，有时候我抱着孙子的时候，我就想，现在我怎么样去教养这个孙子，来参与这个信仰上的培育。我相信在我们当中，当你成为祖父母的时候，你也开始要想这些事情，共同参与，就好像罗姨提摩太的阿嬷，就好像有尼基提摩太的父母，家庭共同来培育我们的儿孙，一起来建立他们信仰的根基。所以家庭的牧养是一个传递信仰的所在，而父母呢，他是一个主要的传递者。我们常常就说现在世界变化很快，所以我们不晓得怎么样教养他们。我们还是回到最基础的地方，上帝的真理，一起来教导。他们会带着儿女去到教会当中然后参与教会的活动，然后他们这是一个整个信仰团体凝聚的地方，然后儿女也在那边长大，一起的培养。所以我们就看见上帝怎么祝福这些以色列人他们的孩子。敬畏上帝是智慧还有知识的开端，所以他们得到聪明，可以在各方面很好的发展，因为他们有家庭很好信仰的传承，他们在教会当中他们可以来被训练，然后呢，他们有很好的家庭的信仰教导。再来，教会的牧养。以弗所书第4章说，教会是透过教会使肢体被建造、被连结，然后呢，让身体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这是提到教会的功能。我们带着儿女来到这个地方，我们就来培育他们。
教会有不同的群体的组成，有不同背景的人。然后在教会当中呢，有很多的朋友，可能同才的朋友在这里，有很多他们可以学习的。那我自己是青少年的时候来到教会当中，在那边学习到什么样的真理我不太知道，不过就是因为有一群非常好的朋友在那里，然后有非常好的长辈，即使只有大我2岁3岁，那跟着他们学习，跑进跑出的，然后就维系我们在教会的关系，然后也在这个关系当中呢，我们就一定会有接受到信仰的一些帮助和成长。那在这个基础当中，上帝会帮助我们，可能不同的在教会的服事，可能我们当执事，可能我们当了长老，在我们教会当中，就是一代一代的传承。我们有比较年轻的人带一个年幼的，但是呢，过去他们也是从小学，然后看着他们成长，国中、高中到大学，现在反过来再带着他们。那最近我们在教会当中也有一些辅导的课程，然后看着就非常的感动，因为可能父母非常忙碌，或者父母没有办法再教导一些功课，所以呢，就会安排一个晚上的时间，让孩子到这里来。我相信不是只有辅导课程，而在辅导课程的当中呢，也会给他们有信仰上的培育。有些家庭他开放他们的家庭，然后经常会接待家庭的孩子到他们当中来，有好几个家庭是这样聚餐然后就听到这孩子就晚上跟我们孩子完了，就住在我们家不回去了就这样就住下来。昨天我接到我们的一个青年说，我今天晚上我就会在哪一个家庭当中过夜，就是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我相信有不同的长辈来照顾他们的时候，这是他们在这里接受培育、建立关系的一个地方，延续的信仰。有一本小册子，他这样说：年轻是这么美好，然后让我们使它变得更好。这样。前半段说到，我们对青少年的了解、接纳、欣赏，年轻真的是很好。年轻不是麻烦，而是很好。可是呢，后半段有提到说，我们必须要共同参与他们在各方面的成长，包括他们的价值观念、正确的观念、正确的生活态度、信仰上的基础，帮助他们更好，鼓励他们参加教会，鼓励他们在这边有很好的各方面的成长，用上帝的话教导他们，滋养他们。外在的形式可能都会有改变，可是我们可以用上帝的话建立他们的根基。我们在这里用我们长辈的爱、接纳、扶持，然后供应，帮助他们，可以让他们感受到信仰的真实，让我们成为一个信仰的很好的榜样。所以在这个地方扎根于真理，建立关系，家庭牧养、教会牧养，形成几股力量来帮助我们，使他们美好的年轻生命更加的美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今天是母亲节，主你给父母有一个很好的、很重要的家庭信仰培育。我们在这里，我们还有很多属灵的父亲、属灵的母亲，使年轻美好的生命更加的美好。而这样的美好是建立在上帝与上帝的关系以及真理的根基上面，以致在世界很大变化的时候，在世界多元的变化当中，他们可以靠着信仰，特别是对上帝你的敬畏，使他们生命走在正路上，建立信仰的根基。主，我们这样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是咱来唱回应诗，圣诗491首，咱请起立。
坐。咱即时来奉献，请奉献的同工。咱请起立。上帝，我们的智慧和金钱都是你所赏赐，我们愿意将生命的一切献给你，求你悦纳。小祷告奉主耶稣名求。请坐。这是来报告。本主日是母亲节联合礼拜。今仔日美必谷的主理同工来参加母亲节的侍奉哈亲子打卡合照活动，还有赠送母亲节的礼券。好，那第二点，主理试办国高中陪读班。每个礼拜暂定是每个礼拜2跟礼拜4晚上7点到9点，从5月15到6月30试办7周。地点里607教室，费用免费，请联系林金熙长老许可信执事。第三点，协和小组第3期的福音行动请大家看哈，那也鼓励Best 来参加。第4点，认识现代台语圣经课程，每周6下午2点到3点半，在1楼由梁淑慧执事老师来教导大家，欢迎大家参加。第5点，2023年美必谷的儿童营预定在8月3号到5号，在新竹圣经书院举办。参加的学员是升小2到升小6，以及小6的毕业生。报名费以及截止的日期是6月30那这个请大家自己看那如果要报名的，请洽陶思源姐妹。报名完也请回报那第6点，还没有领取2022年个人奉献的证明的话，请洽玉山干事。
好，第7点，上周圣礼点陪餐的人数，请大家看。告改消息新竹中会有5月20号早上9点到12点，在公园教会有教会同工的灵修操练吴淑美珍老师来教导大家报名费200，由教会补助，欢迎大家报名。牧师刚才补充。好，那我们现在就请主日学来参与母亲节礼券的发放。礼券呢要送给所有已经结婚的姐妹所以如果你有结婚你就可以领礼券那如果我们教会当中有单亲的爸爸或妈妈，你也可以领取礼券结婚的就有结婚的姐妹就有。那举手一下，举手一下我们这里有国高中的陪读班，所以如果我们孩子呢，他们能够有同伴这边一起来学习，一起读书有一个读书的约束纪律可以帮助他们，所以也鼓励呢我们孩子呢就晚上到教会这边可以来读书那有什么课业方面的问题，他们就可以请教老师。好，那个9楼地方9楼地方我们还有很多的妈妈在那个地方。箴言22章第6节说：“母亲的教诲在幼童心中形成天性，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那我们共同参与牧养，家庭的牧养，包括父母，我们也让孩子到上帝面前来，能够在教会当中一起的牧养，来帮助他们来成长。所以让我们孩子从小就在我们信仰当中的教导里面学习敬畏的心，能够领受智慧和聪明。敬畏耶和华上帝的是智慧和知识的开端，让我们年轻人的美好生命更加的美好。上帝祝福所有我们的父母，也祝福我们的儿女。这是咱来唱祝福才肯的诗歌，圣诗522首，请起立。恁爱是够宽容，够有慈悲。
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以及神所赐爱、平安、喜乐与我们众人同在，与所有家庭同在，赐力量给所有的父母，教育儿女，使他们走在神的正路当中，到老也不偏离。因敬畏耶和华，智慧、聪明在儿女的身上，生亮敬畏上帝的心，以及上帝喜悦他们的心，都一起的增长。阿们。旁边所有的父母跟我们的会友互道母亲节快乐。好，上帝赐福大家。